喂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嘅 Chelsea True Blue。車路士喺星期六晚主場以1-2不敵阿士東維拉，喺聯賽榜跌落第5位，同時亦都比起第3位嘅阿士東維拉拋離咗10分，影響咗爭逐前4嘅排名。咁究竟點解車路士呢場波喺上半場能夠領先1球，但下半場會俾阿士東維拉連入2球反勝呢？球隊喺邊一個位置度出現咗問題呢？我哋而家就即刻一齊探討一下。首先，車路士今場波排出嚟嘅陣容都算係合乎預期。安素費南迪斯重回正選位置，拍住卡斯道成為雙防中，隊長詹士就翻返去右閘嘅位置，而中堅方面就用上咗巴迪亞舒利，收起咗科芬拿。至於喺進攻方面就同紐卡素嗰場波一樣，用上咗祖奧帕杜尼圖、加拿祖同埋彭馬。而作客嚟到史丹福橋嘅維拉就反而喺陣容上作出咗唔少嘅改變，前鋒收起咗屈堅斯，用上咗荷蘭球員馬倫作為正選。呢位球員今季大部分時間都係後備上陣，今次只係佢英超第5次正選上陣。至於中場方面，艾馬利選擇用上咗保安迪亞，近期表現相當唔錯嘅安娜娜就先列後備。從維拉嘅出場陣容可見，今場波艾馬利係有少少戰術上嘅改變，可以預期到佢哋喺踢法上都會有微調。咁果然比賽開始嘅時候就慢慢見到今場波佢哋嘅部署啦。主場出擊嘅車路士呢場波喺開賽初段已經採取主動嘅踢法，比賽只有2分鐘嘅時間，車路士喺中間已經有一次美妙嘅組織配合。當時卡斯道喺中間一次乖巧嘅傳送，避開咗2位防守中場球員泰利文斯同埋卡馬夏，而車路士嘅彭馬亦都福至心靈，用出色嘅腳下功夫將個波黐咗落嚟，再喺禁區入面作出咗一次有威脅嘅起腳。呢一球波如果彭馬嘅處理再冷靜少少的話，相信車路士就已經能夠喺比賽初段先開紀錄。咁但係無可否認嘅係，車路士喺開賽初段的而且確係發揮出唔錯嘅表現嘅。馬利斯卡今場波用波嗰陣都作出咗微調，兩隻閘位球員古古尼亞同埋詹士唔需要刻意收入中間，反而喺組織嗰陣會保持翻一定嘅闊度，中間嘅組織就留翻俾中堅球員巴迪亞舒利、查魯巴同埋防守中場卡斯道。呢個做法令到作客嘅阿士東維拉有少少始料不及，影響咗佢哋嘅賽前防守部署。我哋可以見到艾馬利今場波嘅取態都係防守行先，並冇因為自己聯賽嘅排名而採取一個進攻嘅踢法。佢哋排出一個4-4-2嘅陣式，前場2位分別係羅渣士同埋馬倫，中間平排4位就係保安迪亞、卡馬夏、泰利文斯同埋麥堅。喺無球在腳嗰陣並唔會作出太多嘅逼搶，希望以一個低位防守嘅做法行先。呢個排陣嘅主要做法就係希望對應翻車路士嘅內收踢法，防守同埋無球在腳嗰陣將2隻翼鋒球員麥堅、保安迪亞收入少少，喺中路形成翻人數上嘅優勢，令到我哋唔可以咁輕鬆喺中間度做組織。誰不知馬利斯卡今場波都將計就計，主要利用翻球場嘅闊度去進攻。當中堅用波嗰陣，好多時候都會向住兩邊翼鋒嘅位置去斬，希望利用邊線去做進攻，反而喺中間度組織攻勢嘅機會就少咗。咁樣做都係為咗避開維拉喺中路嘅緊密防守。同一時間，由於維拉都將重點放咗中路嘅防守，變相車路士嘅2隻翼鋒就可以喺邊線多咗機會單對單面對對方嘅閘位球員。尤其是喺今場波加拿祖都有唔少機會可以單對單面對右閘卡樹。麥堅大部分時間都係守住 half space 嘅位置，以防安素費南迪斯同埋古古尼亞後上插入。咁但係奈何加拿祖今場波喺左手邊能夠產生到嘅威脅並唔夠大，面對住對方嘅卡樹亦都冇明顯嘅優勢，大部分時候都係選擇推落底線出波，或者用右腳將個波斬去尾處嘅位置。進攻嘅方式都係比較單一，反而就甚少同隊友做一啲走位嘅配合，令到對方好容易就能夠捉到佢路數。亦都令到車路士今場波喺左手邊未能夠提供太大嘅進攻威脅。相反，右手邊嘅詹士今場波踢翻右閘位置，而且唔需要做內收嘅工作，喺翻邊線嘅位置有幾次都見到佢能夠產生到有威脅嘅傳中球出嚟，令到右邊嘅進攻更加簡單直接，而且有威脅。我哋都可以見到車路士今場波嘅諗法都係諗住喺邊線度將個波推去危險位置，然後先再傳入中間揾中路嘅球員。咁但由於維拉今場波嘅防線真係收到好後，2位防守中場球員泰利文斯同埋卡馬夏，甚至乎係會縮到去自己禁區入面嘅位置，去做一啲遮擋射門嘅動作，令到車路士嘅大部分起腳都唔能夠直接威脅到門將馬天尼斯。呢一個都係艾馬利希望收到嘅效果。佢唔介意喺上半場處於一個被動嘅狀態，咁但係就需要球員去跟隨佢嘅指令，喺防守度保持高度嘅集中。而車路士上半場的而且確亦都控制咗戰局，控球率亦都高達 71%。咁但係儘管車路士控制住場面，但亦都未能夠喺3波方面取得入球。喺10次嘅起腳入面都只得3次能夠中到目標。呢一個都係車路士一直以嚟最大嘅問題。我哋今季已經有好多次係控制咗場面，
喺組織方面嘅表現咧都係流暢嘅，亦都有起腳出到嚟。咁但係好多時嘅起腳咧都唔能夠中到目標，任憑你射門嘅角度再靚都好，咁但係唔能夠中籠咧就講乜都冇用。好似安素費南迪斯呢一球射門咁，有2至3秒嘅時間俾佢去做選擇，以佢嘅級數嚟講咧喺禁區入面絕對能夠處理得更加好。咁但係咧就偏偏連龍門都唔中，錯失咗呢一啲機會咧就自然令到車路士唔能夠喺山坡度取得入球。最終上半場咧最後都係要靠一次死球嘅進攻，再加上一啲運氣嘅成分，先能夠令到球隊先開紀錄。咁當然我哋都要稱讚一下車路士死球方面嘅能力，呢一個入球咧亦都係車路士今屆喺英超第8個死球入波。而維拉方面，上半場嘅防守咧其實都達到艾馬利嘅目標，起碼喺防守車路士山坡方面咧都冇太大嘅問題。唯一問題咧就係佢哋喺上半場咧未能夠做到任何嘅防守反擊出到嚟，更加冇任何嘅起腳出現過。當然都同佢哋今場波冇派出一個正宗嘅前鋒有關係。維拉今場波選擇用一個無鋒陣，將羅渣士同埋馬倫放喺最前點。咁但係由於兩位咧都主要喺中堅嘅身後度活動，變咗就冇人出嚟迎波，等待隊友上前場打反擊。維拉每次將個波斬上去嘅時候咧，都好快會斷咗纜，變相車路士又可以再組織攻勢。呢一點咧就唔肯定係咪艾馬利嘅部署範圍之內。咁但係如果係的話，相信佢對於維拉上半場嘅防守咧都非常之有信心，認為佢哋可以能夠保持到不失球，喺下半場咧先再禁制向車路士偷雞。就喺咁嘅情況之下，車路士上半場喺主場咧就領先住一球。而我自己當時估計，半場嘅時候咧，維拉應該係會即刻換入屈堅斯，收起馬倫，改踢一個維拉比較熟悉嘅4-2-3-1陣式，將羅渣士調翻去左手邊，喺下半場咧盡快追翻一球。誰不知咧下半場維拉一出到嚟咧就冇即刻換人，繼續維持翻上半場嘅人腳。咁不過明顯見到嘅係，下半場咧維拉都將3線壓翻前少少，並唔會好似上半場咁縮到咁後。咁不過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令到車路士喺下半場咧多咗反擊機會能夠製造到出嚟。當對方嘅防線壓咗向前，以及中後場冇咁密集嘅時候，車路士嘅進攻咧都係會更加流暢，產生到嘅機會咧係明顯好多。咁但係下半場咧同上半場嘅問題都係一樣，車路士去到對方心臟地帶嘅時候，最後一腳咧依然係未能夠直接威脅到門將馬天尼斯。即使彭馬呢一球波咧已經算係處理得非常之好，咁但可惜嘅係對方隊長麥堅咧追翻翻嚟嘅時間咧都係非常之好，令到加拿祖咧冇辦法可以喺門前做最簡單嘅事。呢一樣都反映得出維拉球員今場波喺防守方面嘅紀律性咧都係維持得非常之好。而古古尼亞喺及後嘅時間咧亦都有一次黃金嘅機會，當時喺反擊攻勢入面咧推進到去對方嘅禁區頂位置，咁但係可惜咧佢冇交到俾前面嘅祖奧帕杜，反而係傳翻俾左手邊嘅加拿祖。最終咧後者嘅起腳咧都再一次未能夠中到目標，又浪費咗一次黃金機會。呢一球波古古尼亞咧其實就應該要交翻俾祖奧帕杜，當時祖奧帕杜咧只係得泰利文斯去孖住佢，只要古古尼亞細力執到個直線入禁區的話，祖奧帕杜咧就已經能夠形成到一個單刀機會，入球嘅機率絕對係會大過傳翻俾禁區頂嘅加拿祖。咁所以就咁計的話，車路士頭60分鐘咧已經起碼錯失咗3次嘅黃金機會，每一球波咧都係絕對能夠有機會轉化成入球。而當車路士拉開唔到比數嘅時候，維拉咧亦都喺呢個時候選擇換人，將屈堅斯、辛祖、安拿拿一次過換入嚟，嘗試去改變戰局。維拉呢個時候亦都將羅渣士放翻去左翼嘅位置，泰利文斯咧就做一個進攻中場，而辛祖咧就去右翼嘅位置。而艾馬利一向喺換人調動方面咧都有一手，好多時候都能夠喺比賽尾段咧換人加強球隊戰力。而今次亦都係一樣，只係短短2分鐘嘅時間咧就已經即刻能夠發揮到作用。屈堅斯一出到嚟咧，已經把握到一次反擊機會，放到個直線俾後上插入嘅卡馬夏。如果唔係山齊士呢球神勇撲出到單刀的話，車路士咧就已經會喺呢個時候失咗波。呢一次攻勢咧其實已經警惕咗車路士，換咗人嘅阿士東維拉咧喺中路嘅攻勢咧係會更加大威脅。車路士咧必須要保持翻中路嘅密度，令到維拉咧冇咁容易可以喺中間度放到啲波入禁區入面。咁但可惜嘅係，車路士並冇吸收到呢一次教訓。相隔2分鐘之後咧，就終於失波啦。當時我哋喺後場組織換咗人嘅維拉咧喺防守嗰陣就繼續保持翻一個4-4-2嘅企位，將屈堅斯同埋泰利文斯放喺最前點位置，向住車路士嘅中堅壓迫。咁不過雖然係咁，但係當時巴迪亞舒利受到嘅壓力咧都唔算係好大，泰利文斯咧都未向住佢作出即時嘅攔截。咁巴迪亞舒利呢個時候咧其實係有唔少嘅傳球選擇可以做嘅，包括係差翻俾門將山齊士，或者係大腳轉向俾右手邊嘅占士。咁但係細估唔到，佢呢個時候咧就選擇咗一個最冒險嘅方式，放一個力度不足嘅地波去揾前鋒祖奧帕杜，最終咧就俾中場安娜娜輕鬆截擊到，再策動一個反擊嘅攻勢。
而當時兩位防中球員卡斯道同埋奧素費南迪斯呢，亦都唔喺中路嘅防守位置，令到中間出現咗一個好大嘅空位。羅渣士呢喺中間就可以輕鬆攞到個波落嚟，再側個直線入去禁區俾屈堅斯，令到呢位英格蘭前鋒呢可以為阿士東維拉追成平手。呢個失波呢其實係完全可以避免嘅，中堅嘅巴迪亞舒利呢絕對係責無旁貸。一次後場用波嘅大意呢，就令到車路士被追成平手，而被追平嘅車路士呢亦都心急想壓翻上前場。咁但維拉方面咧就越踢越有信心，見你壓迫咗上嚟咧，就喺後場做咗兩腳之後，直接放一啲身後波咧向車路士嘅後場，再利用前場球員嘅走動咧去產生威脅。而呢個時候嘅車路士中後場咧亦都暴露咗好多空位，不斷被維拉產生到進攻機會。而維拉整場波咧比起車路士做得最好嘅地方就係佢哋起腳質素咧係比起車路士高，下半場11次嘅起腳咧有8次都能夠中到目標，相反車路士下半場4次起腳咧係零中目標嘅。有翻屈堅斯喺前場，維拉嘅進攻咧亦都比上半場完整咗好多。佢能夠停到個波落嚟，再等隊友上前場，同時亦都具備自己起腳嘅能力，令到車路士嘅後防要睇住佢咧都相當之吃力。就係咁嘅情況之下，屈堅斯亦都喺比賽尾段嘅角球攻勢入面咧頂入咗一球靚波，幫維拉絕殺車路士。呢一個角球咧固然係頂得非常之靚，咁但其實博到呢一個角球亦都係因為車路士中後場再一次俾對方輕鬆打穿咗。屈堅斯咧先可以喺前場搏到呢個角球翻嚟，咁所以個問題就係，當維拉喺60分鐘換咗人之後，佢哋不斷用同一個方式去挑戰車路士嘅防線，咁但係我哋咧都揾唔到一個對應嘅方式，更加俾對方咧針對到我哋嘅漏洞，用一啲簡單直接嘅傳送咧就已經能夠喺我哋身上取得好大嘅威脅。呢一點咧都再一次顯示到馬利斯卡喺臨場調動方面嘅能力咧係有提升嘅空間。當對方禁制嘅時候，我哋又可以點樣對應翻對方嘅策略呢？下半場不斷俾對方放身後波嗰陣，我哋其實咪應該要將條防線收翻後少少呢？一啲細微嘅舉動，其實就足以影響到呢場比賽嘅勝負。咁當然，我都唔會將呢場波嘅輸波責任怪晒俾馬利斯卡。後備入替嘅球員交唔到功課，前場球員喺頭60分鐘咧不斷浪費機會，呢一啲事情咧都唔係馬利斯卡能夠控制得到。如果我哋能夠把握到一啲黃金機會的話，其實一早就已經能夠領先到2至3球，咁樣失分嘅機會咧就會大大減低咗。咁所以一眾球員咧絕對需要為呢一場輸波負上責任。同一時間，我哋亦都需要學識，即使真係入唔到第二球波，但係領先1球嗰陣咧都要穩住戰局，統治翻個局面，絕對就唔能夠咁輕鬆地俾人反擊到。俾人反勝呢一種局面咧喺今屆已經出現過好多次，而馬利斯卡賽後亦都承認，每當我哋失波嗰陣咧喺比賽管理都會出現咗問題，呢一樣咧絕對係需要改善嘅環節。而我自己都認為，我哋唔可以只係靠死球入波，必須要盡快喺運動戰方面咧提升翻個入球能力，否則喺之後嘅賽事咧都好大機會會再一次失分。好，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咗咁多先。你哋又認為呢場波車路士俾人反擊嘅關鍵係咩呢？車路士點樣做先可以避免到呢個局面出現呢？歡迎喺留言區度留言，我都會希望繼續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中意我呢條片的話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讚好我嘅影片，同埋 share 俾啲 friend 一齊聽下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